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会记得今天晚上的这个能量。现场演唱是我觉得一个创作人或者一个音乐人不能被取代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去年的我觉得是磨练之后，我今年更有想法，我想要把它实践出来。谢谢大家。然后选了一个时间，叫4月23号，一样的场地。那时间点很妙，是春天。那有什么事情是觉得有跟它的气息有关的？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风。原住民对风，就是对自然的事情是非常有想法的。法力就是阿美族的风的意思。我的主题也很简单，就是署名风演唱会。那个风有在中文的意面上面有一个意象，就是大家变成一个风草这样子。亲爱的，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样很好玩，就是它有一点点原住民的幽默，可是大家也又听得懂。它可以很艺文气息，就是很徐志摩，可是本质上是又有原住民的中文的幽默，跟幽默感在里面。我觉得好妙，刚好又是春天，然后就很多想法在那个演唱会。